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这个台语是真雅、真水的语言，但是都是有人对讲台语的人看无目的。台湾大学有一个教授关俊荣，竟然甲讲台语比如做二手婚，实在真侮辱人。台湾教授协会是开记者会甲抗议。抗议台大暴力！抗议台湾大学教授关俊荣伫台大合作社理事会中，将讲台语比论做沿海防治法的二手婚。台湾教授协会站出来，针对违反国家语言的发展法，要求台大做一个交代。在会议上去限制学生台语的使用，这部分就是明显的不法限制。那这样的一个违法明确的情况之下，监察院也是国家机关，依法就有监督跟究责的这个责任。黄德彦批评台大无追究关俊荣的失言，这有语言离民主校园塞倒退。这表示那个我不说台语那个挂狗牌的日子是不是又要来了？他把校园的资产交给原生消费合作社经营管理，然后赚钱，然后却说他对这个社团没有管辖权。针对这项代志，台大发出声明，合作社会议中的各项决议，拢唔是台大校方会使决定，也是干涉的。校方一向支持国家语言一律平等，秉持国家语言的发展法的精神。台语政治化这场风波也未停止。台湾教授协会讲，若是无得到合理的说明，将会继续抗议落去。